除了是在利用文章来复习词汇以外，还是在利用下背两个方法来训练文章的理解能力。第一，检讨文章，检讨关键词汇同文句画出来。第二，理解文章底度事件的因果关系，即是一个前后关系，来增加自家的阅读理解能力。我们以《白雅屋》这篇文章为例，早期对大陆来台湾落脚的先民，做下是搭毛料来带，因为当天新材料和封片就不是钱。不过案件大个屋食材都唔系太丰裕，因此先民们都过较好嘅方式，用硬墙就用软性嘅竹并篱来结壁墙，然后同黏泥土加独面嘅木杆拖笼空，搅完了高上竹篾烘，变做竹篾结泥墙。安尼唔单止是在将竹篾嘅碰高密，壁牆就會較牢固。慢慢，木凳嘅材料就對毛慢過乾淨，然後就買硬土、買土高嘅瓦，安尼是唔驚風吹咧。當然，愛開安全嘅木凳。壁牆是愛較牢固堅實的。先民是用籠空去攪黏泥，做泥磚來結泥磚壁。個同籠空、糯米、牛絲攪強下，高上牆面保護泥磚壁。該東西按你嘅建材係唔係一環保呢？一篇文章偷拍咧，日晚先來看一下一篇文章嘅注解。第一解，白雅，翻譯嘅意思是平面長方形瓦，釐配完成時，在中線上方預留一個釘孔，施工時再釘入。第二解，並理，翻譯嘅意思是編織籬片。第三解，開，翻譯嘅意思是承受。